如何正確抒發情緒，提升心理健康嘅意識。今日嘅活動將會邀請到唔同領域嘅專家，同場亦會有歌手為大家演唱歌曲。首先恭請 U&B 基金會港雀動物青年協會會長蘇麗珍女士 NHJP，U&B 基金會青年發展委員會主席港雀動物青年協會聯席主席鄭紀軒先生，港雀動物青年協會副主席鄭子華先生，港雀動物青年協會副秘書長曾長成先生，港雀動物青年協會副秘書長譚嘉欣女士，港雀動力青年協會常務會董曾才瑞先生，港雀動力青年協會學生領袖香港大學學生林丁陽先生，分享嘉賓心理治療師林朝傑博士，運動員分享嘉賓前香港武術代表隊隊長謝家豪先生 NHJP， 表演嘉賓 TVB 歌手張建源先生。呢個階段咧，將我哋亦都會不斷叫做有事可做，有一啲你覺得有意義嘅事情投入去做嚇。你隔離嗰個死黨啦、朋友啦，你一齊嚟緊可能一齊去考試讀書嘅戰友啦，咁有人可愛嗰啲補品啦即係500蚊一樽咁樣啦咁我其實盼望呢樣嘢嘅時候咧，係我未大學畢業嘅時候我已經盼望我覺得呢件事就係令我好有 hope 嘅因為我覺得唔係離地咯有事可盼嘅 ，OK， 所以你記住有事可做，有人可愛，有事可盼。我其實細細個咧就出自一個武術世家，就係細細個學功夫，有嘢之後我就去咗北京香港大學讀運動同埋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現代文學啦。呢度我想講嘅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感恩，譬如佢分享佢嘅嘢，你以為你俾緊嘢人哋咩？其實往往你係喺度攞緊。例如今日我好感謝大家喺度非常之專心聆聽我講嘅嘢。